根據呢一個猶太裔嘅基督教拉比 Jonathan Cahn 講，魔鬼嘅印記獸嘅印666就係 WWW， 即係話將來我哋唔能夠做買賣，幾乎乜嘢都做唔到，因為我哋冇呢一個 WWW 嘅印記 enroll 唔到，登入唔到去 WWW 互聯網。如果係咁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既然魔鬼會完全控制呢一個 WWW 呢一個互聯網嘅話，大家務必有一本紙本嘅聖經，千祈唔好只係得電子嘅聖經，因為電子嘅聖經亦都即係話係由呢一個互聯網俾你嘅，經互聯網俾你嘅，亦都即係話有朝一日你可能完全冇辦法可以攞到聖經嚟睇，但係如果你有一本紙本嘅聖經，仍然都仲有機會收埋佢，喺需要嘅時候攞嚟睇。而更加好嘅就係將大量你覺得對你嘅靈有幫助神嘅話語記於心裏面，背咗喺心裏面，因為可能有朝一日連呢一個紙本嘅聖經你都唔可以再擁有嘅時候，起碼你心裏面有幾多神嘅話語，你就有幾多神嘅靈，就有幾多能力，因為神嘅靈就係大能嘅靈，神嘅靈就係凡事都能嘅靈。願弟兄姊妹唔好只係依靠互聯網有一本電子版嘅聖經，最好有一本紙本嘅聖經。更好嘅就係將大量嘅聖經神嘅話語銘記於心，背喺心裏，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